台中大道区公所伫咧休景的田地野菊仔花的花种，到时阵芳调会当做肥，菊仔花即摆当咧大开，真水。台中市大道区公所逐年拢会伫咧农地种菊仔花，规片粉红色的花海加上日头光是真水。每年大概就是11月初播种，然后最近已经盛开了哈。公所最近继续推动休景农地景观营造，当年花季拢请袂少游客来行搭。刚好在社群媒体上面有看到这边有花海，刚好毕业季，所以就来这边拍毕业照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就是整个花海很丰富。花季按算的一直到正月底，欢迎民众把握时间来赏花，嘛来欣赏在地景点，规划一座有自然景观、甲人文历史的大道旅行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